地区兵临城下了。区区80万，有何慌张？我们可是有100万雄师啊！行，你干啥？这他妈吹牛，100万雄师，全城就他妈我3人，我累人果了都，累人果了都。3、2、1，开始！漂亮，没有嘞，狗娘们，住手！来呀！呀，快走！一来，坐，快走，不用管我！不是你走呀！你们给老娘接来什么走？3、2、1，开始！咔，钉子穿帮了，道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你这道具当的，你这不一下就好了吗？我操，无情！包括做好了吗？好，来，各位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！这么大个有什么问题？再来一遍。你别笑。2、1，开始！砸！咔！我让你砸他，这又没关系。来，1、2、3，砸！我，哎呦我的妈！这道具。3、2、1，开始！走，这也行。对呀。Are you okay? Oh, thank you. 我老师。来，结拜啊！孙想好了吗？好了，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！今日我3兄弟在此结拜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共死。喝！来，大哥，来，你先来，我给你挡一个再来，大王也在这，我干了你们随意。大王也在这，我干了你们随意。好了，我赔了。停！结拜年聚会呢，真成了菜。再来。你别笑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条啊！来，摄像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！今日我3兄弟在此结拜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共死。喝！停！谁他妈让你摔的？谁他妈让你摔的？啥也不是。好，来，再保一条啊，再来一条。干啥呀？美女，我太近了。哎，美女们，这疫情期间我不戴口罩呢。哎，帮我戴。不用，我带你去吧。没事，我有码，你看，我有，你看我有健康码，2针疫苗都打过了。哎，你这码在哪弄的？来，我给你弄一下。我给你弄一下。开始。哎，我这个码咋跟你不一样？我咋是红色的呢？ Hello， 兄弟啊！想你啦！
停，来过来，你们带上你们自己吃完家伙事来过来，我们开会了。干啥呢？带上吃饭的家伙开会了。导演，干嘛了？干啥？你不是说拿着吃饭的家伙事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这自己去拉一下。嘎嘎行，嘎嘎行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到底说不说？不说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到底说不说？不说。说不说？你别笑。说，停，说台词啊，说台词啊。导演，这让我咋说？这让我咋说？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呦我别笑，你别笑。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吧。哎，这泡沫的怎么能给上劲儿？这东西直接推进去了。3、2、1，开始！你别笑。不行，好，我。谁？哎呦我的妈！谁呀？3、2、1，开始！3、2、1，开始！你不要过来，你再过来，我进来说。娘子，你就吵了我吧你！你还没事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关爷，你心情好了。好看，来这点过了啊，换下一镜头。导演不好了，导演，投资方撤资了，咱们还拍吗？拍啊？怎么不拍啊？那不能对不起观众啊！历经了几十年的战乱，大明王朝终于成立了。好看，来，大明王朝前传杀青啊！剩下东西你们该分的就分了。一个人。没事吧？谁过来？3、2、1，开始！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把它放了吧。怎么回事？导演，别弄不下来啊！这怎么弄不下来呢？导演，我有办法。滚蛋吧你！3、2、1，开始！哎呀，你快点！好嘞，好嘞！哎呀，真是！哎呦！停！你怎么回事啊？道具呢？你先看道具。哎呀，怎么弄的？你这天天净出事，梁小琪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高道具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小娘子，这个戏不能这么演，你要幸福一点，迫不及待。你看啊，小娘子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站住！啊！
人，你不知道你也不能瞎戳呀。来，再来一遍啊！啊！2、1，开始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给打破了？哎呦，我背那个，你看，这这么简单。你好，你看，你转。哎呦我去！你看我节奏，刚才。停！哎，停！让你把我，要也换一下呀。不是100块呀？对啊，那你写这个。能不能？哎呦我的妈！大哥，快！快起！动！好，够了啊！动！3、2、1，哎！呀！这回呀！哎去！好看！导演，哎，导演，我要的马呢？导演，你就给我21赛找不来。我不管，你去想办法，赶紧去找，找不来你就滚蛋啊！行，我找。哎呦我的妈！看，导演，来3、2、1，哎！中不中？好看！来过来。怎么了，导演？不知道哪出问题了？我不知道。来张嘴。你说不说？来，再来。说不说？好，来，我们组今天少了个特约演员，谁会武术啊？来，快，我看一下来。好，可以，就你了，走。导演，你看我舞的行不行？你别笑。你给我滚蛋！3、2、1，开始！哎呦我你跑什么呀？他让你躲一下不就完了吗？看着，来，用我炸！好，看，来，再保一条啊，再来一条。导演，我太硬了。哎，魏警官，这疫情期间我不戴口罩呢。来，把我戴上。不用，我带你看。没事，我有码，你看，我有健康码，2针疫苗都打过了。哎，你这码在哪弄的？来，我给你弄一下。我给你弄一下。开始。哎，我这个码咋跟你不一样？我咋是红色的呢？ Hello， 兄弟啊，想你了！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咱们大哥手捏一束。来，停！来过来，你们带上你们自己吃完家伙事来过来，我们开个会来。干啥呢？带上吃饭的家伙开会了。导演，干嘛啊？干啥？你不是说拿着吃饭的家伙事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这自己去拿一下。嘎嘎响。 3、2、1，开始！呀！开始。王爷，向
面已经有80万敌军兵临城下了。区80万，有何慌张？我们可是有100万雄师啊！行，你干啥？这他妈吹牛，100万雄师，全城就他妈我3人，我累人果了都，累人果了都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漂亮，没有嘞，呀，公鸭们，住手！哎呀，呀，快走！呀，坐！呀，快走！不用管我！呀，夫人，你走呀！你不给老娘接来行不行？3、2、1，开始，来！你往哪去的呀？没问题。别着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要是这个对手，我一下就进去了。你看，脑瓜子又嗡嗡的吧？3、2、1，开始！快点！哎呀，来客官您的菜。好，来切南瓜，用劲切呀！快震到啊！那你切呀！道具啊！来，3、2、1，Action！小李子啊，朕听说你会7国语言。回皇上，奴才略懂一些。好，那朕考考你啊。你说这个小苹果用韩语怎么说？小苹果。这让你用韩国语言。我不是小苹果吗？好看，你昨天怎么跟我讲的？你不是会7国语言吗？是啊，我是会7国语言啊。齐楚燕韩赵魏秦，没错，7个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好，看，好，这条过了，来，咱们看一下回放，来，3位演员，来过来一下，来，摄影师准备回放啊。哎，来，还不错，刚才那个你摔的那个，刚刚你摔的那个还不够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停！你笑啥？你想挺好的。我也知道呀。你别笑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呦，这都抱不起来啊！来，道具上道具。来，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快说你的同党还有谁？有本事打死我呀！上一指印！你们在干呀？哎呦我的妈！有2个动作很简单，看一下啊，走，1、2、3，走，轻一点啊！好，可以，来一遍。没事的，往吧，走。哎呀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导演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皇上，生了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众卿平身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
没启动呢，就退跑了。导演，那哪有人？还有什么？3、2、1，开始！你怎么滚的呀？往前滚这么简单？哎，你看看，你看好，正前方滚啊！再来一遍，到队归位，练秀。来，3、2、1，哎呀，看到，哎，再看看清，哎，再看，哎，药有毒，我有解药，解药先是很有用。好看，你什么你？你咋那么多气呢？我不是让你中毒就死吗？导演，这才第一集，我一个大反派。好，导演。 3、2、1，开始！别废话，再废话弄死你！别吵吵，我大哥常杀人。大哥，我俺回来。我大哥常杀人。大哥，你哪里人？菏泽朝鲜，牛逼666，我的宝贝！啊！我大哥经常杀人，牛逼的很，再不是你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宋郎，来呀，宋郎！你干嘛呀？导演他都不心动了。所以你要装的对的。你看，你看好。宋郎，Hey boy，你别笑。 Come on baby， 你别笑。3、2、1，开始！看呐，不是导演，他这有混真刀啊！炸！暴君！来，3、2、1，action！ 这个大清没救了吗？皇上，你快找到能救大清的人了。哦，参见皇上。你个臭道士，他能干什么？皇上，昨日我遇见位老神仙，赠我一神兽，说放入东海之中，100年后定能让侵略我大清的贼人遭到灭顶之灾。此乃何物？哎，昨日兄长归去，为纪念兄长，我给他取名为哥死了。好看，这里要过了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特别棒。导演，这剧本谁写的？太好了。3、2、1，开始！给我老实点吧，小娘子！给我老实点！来，3、2、1，哎！兄弟开手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，下面的要是能出来，我要选李白。你看谁想吃的？你别笑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做李白。好看，你干什么你？导演，他那天吃的头，我没搂住，要入戏了。
3、2、1，开始！站住！站住！站！大姐，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好好珍惜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跟那个女孩说：“嫁给我吧。”你就嫁给我吗？不嫁。爱嫁不嫁。3、2、1，开始！小妹妹，陪我大哥玩会儿啊！住手！咔，再来一个。言下必胜，来准备，开始。面对疾风吧！来，你别笑。看看人家，看看你，当厨师去吧你。我操！我在拔斗！我操！我在战群友！滚！啊？你是真硬啊！3、2、1，开始！哎呦我的妈！撤！啊，对不起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来，演员准备再来一次。3、2、1，Action！ 皇上就在那里，快出来！朕已经看到你了。看到你了。看都看见了，喊啥呀？3、2、1，开始！这里不允许提高，罚款200元。大哥，再给次机会，大哥。这没办法呀，他们警示规定。大哥，我这拍戏没带现金，扫码行不行？这我也没带手机，我们这边只允许说信息。能不能自己找个地方联系？哎，导演，我被保安大哥扣到这里了，你拿2万块钱过来赎我呀？在九华街这边，九华街。好，快过来啊！哎，给我送2万块钱过来，我也被扣这块了，快点！这边是场地，600万块钱现金吗？200，对，200，我收我一下来，拍戏呢，九华街，快找！哎呦我的妈！3、2、1，开始！砍呐！不是导演，他这换真刀啊！炸！道具！3、2、1，开始！送郎，来呀，送郎！你干嘛？导演他都不心动，所以说你要标准的准备一点的。你去，你看好。送郎。Hey boy， 你别笑。Come on baby。你别笑。哎，3、2、1，Action！ 这个大清没救了吗？皇上，你快找到能救大清的人了。哦，参见皇上。是一个臭道士，他能干什么？皇上，昨日我遇见位老神仙，赠我一神兽，说放入东海之中，100年后定能让侵略我大清的贼人遭到灭顶之灾。此乃何物？唉，昨日兄长归去，为纪念兄长，我给他取名为哥斯
拉，好看，这点过了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特别棒。导演，这剧本谁写的？太好了。来，3、2、1，哎呀，看没有？哎，再看安静，哎，再看，哎，药上有毒，我有解药，解药先生才有用。好看，你什么你？你咋那么多戏呢？我不是让你撞牛就死吗？导演，这才第一集，我一个大反派。好，导演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别废话，再废话弄死你！别吵吵，我大哥长沙人。大哥，我俺回来，俺回来。我大哥长沙人。大哥，你哪里人？菏泽朝鲜，牛逼666，我的宝贝！啊！我大哥真长沙人，牛逼的很，咋也不是呢？